以下影片不適合密集恐懼症同埋昆蟲恐懼症患者觀看嘅。不過如果你好鍾意啲古靈精怪嘅生物呢條片就好啱你，又唔好走開啊！早前美國白宮公開咗啲關於 UFO 同埋外星人嘅機密文件。其實我哋屋企都存在住一啲神秘嘅生物嘅，佢跑得超快，個樣好得人驚。如果你同佢猜枚猜手手腳腳呢，你賭晒全家嘅四肢都贏唔到佢，因為佢係有15對腳嘅。雖然佢個樣好得人驚，我擺佢上手嗰條片呢喺 Threads 上面呢，唔小心吸引咗過萬人睇，大家嚇到叫媽媽咁。但係佢係公認嘅益蟲，係入侵家居小昆蟲嘅克星。佢哋係蜈蚣嘅近親，古時係叫做前串子或者草鞋蟲，有烏蠅咁樣嘅複眼，有藍色嘅血，最中意係食曱甴。佢哋叫做，喂，點讀啊？右邊讀邊？佢哋叫做蟲蟲。正所謂柴米油鹽醬醋茶，油鹽係經常會喺屋企出現嘅生物，嚟自歐洲嘅加油鹽已經係擴散到全球各地都有，除咗南極洲之外，周圍都有佢哋嘅身影。目前係總共有超過100個品種。加油鹽平時係會匿喺啲潮濕嘅地方，例如廁所，會捉屋企嘅昆蟲嚟食，包括係曱甴啦、臭蟲啦、螞蟻啦、白蟻啦、衣魚等等。所以油鹽係公認嘅益蟲嚟嘅，只係佢個樣唔係太 friendly 咁解嘅。雖然油鹽唔係蜈蚣，但係佢哋近親嚟嘅，佢哋都屬於節肢動物門嘅純觸綱動物。而我手上面呢一隻呢，就係一隻沖繩大油鹽，佢嘅體型呢係比一般嘅加油鹽係大隻好多嘅。嗱，sit 睇下幾乖。蜈蚣同油鹽每節身體咧都係得1對腳，油鹽出世嗰陣咧就得4對腳，但係每次長大脫皮嗰陣咧，佢嘅身體就會生多1對腳出嚟，直到成體15對腳為止嘅。油鹽嘅身體咧係比蜈蚣短，但係啲腳就比較長，腳係越向後係越長嘅，係避免行路嗰陣會棘到自己。最後1對腳咧係模擬緊佢個頭上面嘅觸鬚嘅，令到獵食者係分唔到佢邊邊頭邊邊尾嘅。其實人類自己都唔係好分到，而佢哋嘅腳尖咧係長滿幼毛，係的確可以當觸鬚咁用嚟感應個環境嘅。佢哋嘅第1對腳係特化咗做顎足，可以當毒牙咁用。冇錯啊，其實嚴格嚟講咧，蜈蚣同油鹽都係冇毒牙嘅。佢哋係用有毒線嘅第1對腳拮入去獵物嗰度，令佢哋癱瘓或者死亡，然後食咗佢哋。所以蜈蚣係唔會咬你嘅，佢哋只係同你 high five， 然後你就中毒啦。顎足仲有一個功能就係食腳嗰陣可以幫手托住，你睇好似好好味咁樣。蜈蚣嘅毒性一般都比油鹽強嘅，佢哋有能力去捕食爬蟲類、兩棲類、小型哺乳類呢啲大型嘅獵物。而油鹽嘅毒性咧，對人類嚟講咧，其實就好似俾蜜蜂針咁差唔多嘅啫，最多咧就只可以捉到昆蟲嚟食。就算佢哋想攻擊你咧，油鹽都未必夠力去刺穿人類嘅皮膚嘅。所以基本上咧，佢哋可以話係對人類係完全無害嘅。油鹽雖然有毒，但係佢哋遇到人類第一個反應咧係逃走，而佢哋的確係賽跑冠軍嚟嘅，1秒可以跑到0.4米，即係等於一個人類1秒跑7米。另外，油鹽同蜈蚣仲有一個好大嘅分別，就係佢哋有幾百隻小眼組成嘅複眼，所以佢哋嘅視力係相當之優勝，加上移動速度快咧，根本天生就係曱甴嘅克星。不過正所謂再鋒利嘅刀都有生鏽嘅一日，當佢受傷嗰陣時咧，你就會發現到佢嘅血係紫藍色嘅，因為佢哋嘅身體係利用血藍蛋白去輸送氧氣。喺低溫環境之下咧，呢個效率係高啲嘅，亦都對應咗佢哋中意匿喺陰暗潮濕嘅環境嘅特性嘅。藍血有特別構造嘅眼，可以感應環境嘅觸鬚，古靈精怪嘅外表，咁佢咪就係外星人咯。其實佢哋只係想靜靜地咁樣喺呢個星球上面生存。以前我喺加拿大個屋企咧，其實都長住咗一隻加油鹽嘅，雖然每次都會俾佢嚇親，但每次見到佢咧都係一個提醒，就係人類咧只係同咁多生物一齊分享呢個地球嘅其中一份子。可能佢嘅樣咧真係好唔討好，但係純觸綱咧已經喺地球存在咗超過4億年。恐龍滅絕咗咧，佢哋都仲喺度，係人類嘅大前輩嚟嘅。不如大家一齊學習下去和平共處啦。我會食曱甴，為咗我哋？唔係，純粹肚餓。咁你起碼好養啲得唔得啊？我真心唔 care，我只係想生存落去啫。你哋覺得寧願屋企有1竇曱甴好啊，定係有1隻佢好呢？仲有咯，究竟係邊個發現呢個油鹽可以做中藥材？究竟係玩 Truth or Dare 賭輸咗啊？係對腳有特殊癖好啊？係對藥理係毫無保留啊？定係真係純粹飲大咗呢？即係佢決定擺啲咁嘅嘢喺個嘴入邊，仲研究到有呢個舒筋活血、清熱消腫嘅效用喎，真係我服咗你啊！